喂，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我係灣區判官啊。其實呢10年你嗰個市場變化大唔大咧？但之前都炒過可能1平方米都差唔多1萬蚊人民幣啦。唔止啊！淨係呢個樓盤都唔止啦。依家又回落翻去9000幾，可能再平啲。有啲都唔止。如果你問翻我依家啲樓價咧，可能去到大概10年前都有。10年前係差唔多10年前買樓嗰啲人，基本上就如果以投資角度，白搞㗎啦，白買㗎。如果10年前買落嘅，依家攞翻出嚟賣咧，就應該唔多。但係咧，依家有咁啊，19年之前買嗰批，16年到19年買嗰批先死硬嘅啫。係啊，但係仲要咧就係樓價咧係喺2023年咧係嗰個咩跌幅係最大。疫情後解封咗之後，反而跌得最大。係咯，點解咧？其實如果以你經驗或者可能你以你嘅分析，你覺得點解疫情嘅時候反而跌，疫情之後先至瀨嘢咧？其實呢樣嘢我諗唔明啊。當時咧，佢公司香港03年嘅時候跌得好勁啊嘛。你哋都少過沙士嗰陣啊。係啦，跟住近期嘅話，其實都同三水即係同沙嘅情況差唔多，又係嗰陣時疫情係冇跌嘅。但不過依家咧疫情之後咧就開始跌。但初期我諗唔到嘅，我初期以為咧會疫情係啊，因為初期諗住疫情放開咗之後咧，應該會個環境會好多㗎。但係點知嗰有啲開始到依家其實都未，即係未見底啊！可以講係未見底，都睇過咗仲可以跌。但係有啲睇翻啲中心樓盤嗰啲情況啦，例如三水呢邊點計咧，有啲偏嗰啲地方可能跌到60%以上嘅。例如邊個盤咧？開唔開得㗎？可以開得未啊？例如啊，恒大有個樓盤啦，喺河口啊，跟住咧仲有保利啦，近住翻漁光南嗰頭啦。漁光南嗰頭係啦，跟住呢個大家知咩事啦？跟住仲有少少啦，去到嗰度咧，其實三水新城有個益輝城嗰啲都係㗎，應該見到有成差唔多4、5成啦依家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哋香港人假如落嚟，依家你話買樓啦，以後話呢度係大灣區係後花園咁計啦，點講好咧？如果你問到我咧，只能夠按照翻我目前情況，你哋覺得 OK 入手得過？係咯，算唔算入手好時機咧？但係你話咧，會唔會等到踩到最低點？我依家真係唔敢答你啦。仲有一再低添。我睇過應該仲會有。其實佢都跌嘅原因係因為呢度人口問題啊。人口呢度唔係好多嘅，因為我查翻啲相關數據咧，呢度咧。佢可能樓仲多過人添喎，應該。呢個冇誇張。冇啊嘛。冇誇張。但係依家有好處咧，就係三水呢邊都唔再發展，再起樓。暫時起樓應該講起樓就少咗，但係人咧就基本上固定㗎啦。我哋呢邊咧基本有2個街道，一個雲東嗰街道同埋一個西南街道。我頭先查過個資料，大概有4、5萬人到啦。有多個人啦。樓多個人啦。係咯，依家樓多個人，咁其實即係就算買得嘅投資角度嚟講，都買唔過㗎。其實投資肯定唔得啦，搞唔掂喎，揾唔到食。投資呢樣嘢肯定唔得啦，因為依家炒樓嗰批考未入嚟，講真啦。炒樓以前有炒樓㗎嘛，嗱北區點樣炒？有好多外區嗰啲啊，廣州啊、南海嗰啲、佛山嗰啲過嚟呢邊炒樓㗎。因為當時咧，佢哋嗰邊限購，三水冇限購。即係政府嘅政策會搞佢呢啲嘅炒樓客出邊。係，因為炒得太行，當時話樓價太貴啊嘛。咁後嚟咧大家都清楚咩情況啦。依家炒到窿晒，咁嗰批客都未入場，所以咧你話樓價見底咧肯定咁快啦。都仲未見底添。係啊。